而在9月初，伊同款嘛是记者节，也毋过即卖呢，台湾这网络新闻是还阁欠一个法规来管理。为着要来改善这数位新闻的品质甲生态，有23间媒体共同来成立这台湾网络新闻的自律联盟，希望会当提高新闻的品质。 网络新闻逐天报上新的消息，为着紧，为着网络的点阅率定用惊人的，也是声人目的标题，甚至是欠缺平衡和差劲的内容。地区新闻报道定受到批评，和得不到社会信任。目前的网络新闻也阁欠缺法规管理，为着要改善新闻产业的状况，包括公共集团关心网络媒体，也阁有商业电视23间媒体共同组成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。各种带风向的啦，或是错假的讯息。 其实蛮多的。那网络新闻越蓬勃，其实国人对于新闻就越没有感到这个信任感。我觉得自律是台湾新闻最重要新的力量。 联盟除了制定网络新闻自律原则，嘛规划民众的新闻申诉系统，也有推动媒体识图教育等6大宗旨，嘛邀请民间团体、专家学者等加入咨询委员会，希望透过联盟的监督机制，维护新闻的真实性，提升报道品质，嘛强化民众对新闻的信任。 可能有违反我们的自律原则的，这一些案例呢，那我们希望定期的就送交给自律委员会去做讨论。那另外同时，在这个机制里面，我们也邀请了外部的专家跟公民团体来组成咨询委员会。 针对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的成立，司法部表示，媒体生态的自律，通降低错误消息还是假消息的问题，这嘛关系到民主国家的安全。我们知道的是，新闻内容的真假不应该由政府的行政部门来判断，甚至不应该由政府的立法部门来判断。但是民主国家也不能放任错假讯息流窜，以至于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安全。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健康、自由而且自律的媒体生态。 联盟表示，媒体虽然是监督政府的第4权，不过这几年包括新闻过度报道，也有人权、和性别平权、族群等等的议题，嘛拢是媒体佮需要佮在拍拼的目标。希望未来透过联盟成员之间互相沟通改善，通促进更较达到民众信任的所谓新闻环境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